哦，凡尘所有的一切拢是心变出来。所有的代志，所有的现象，拢是咱的心变出来。那后面那两个呢？说远离生住昧见三住外法无限全球诸圣生智，都在解说前面这个观察自心所现。后面那三句那个都是附带的，最重要是前面这一句。这三句就是观察自心所见所延伸出来的，对不对？全部都在第一个里面。都是在第一个里面，因为我们有生住昧见那有两头生出来，都已经已经离开我们的真心了。然后呢，要知道外法，身体以外的外法，它没有现，他就要接受六道轮回，他没有现。那第四个专求诸正圣智就是我们在讲的般若妙智慧所以这个四句本来就是一句而已注重这一句就可以了。你知道完成所有万象万事，拢咱的心出来。万象万事拢咱的心出来。爱跟人计较的，就不用了。为什么？你跟人计较就是咱自己的计较，跟自己在计较。你只要把这个能够一直在观察自心所现，观察自心所现，你本身就已经站在佛的地位，已经就是佛那个真理世界，已经就是了。不要再向外去追求，自己本身就已经就是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它是一个观察自心所现所延伸的这个问题就是可以让我们当下就成佛了。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里？念完了。念完而已。那从哪里开始念快？差不多了，差不多就从这边继续了，继续开始。大家都传继续了。就是从这个任学经的开始，这边在讲的观察自心所现。还那么多就没那么多。用念好快，大家想听。因为我们这一章已经讲这一次是第几次了？第四了。第三吧。第三，第三次，就是讲两次的，但是后面阶段实在比较快一点。老师，我们用问的好不好？好啊。这样比较就是比较那个。比较能够心想要的能够有答案。学讲师，我替他问，他说善知外法无性是什么意思？因为外法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法它包罗万象，只要是你看到的、你想到的、你摸到的、你知道的，都称为法。我们要知道所有外面的一切，它都没有那个佛性，外法都没有佛性在。那我们说物有物理物性，我们现在追求性理心法，不讲那个物性了。所以外法就是我们所接触的一切，它都没有佛性。它都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则灭。因缘际会的当下，它就是空的，就本来就已经是空的。所以要知道说外面的所有一切它都不会有所动作，伊拢死的物件都要咱人去给它推敲，给它安排。外法，我们知道说外法就是这样，就是演技的，你给
角角做伙，迄个阿门头、刷、钢筋，所有角角做伙，灌浆爱当提出，那个都叫外法，外法没有限虽然盖起来很坚固钢筋水泥，可是它的寿命只有100年，100年会风会浮起阿门头会浮起，钢筋露出来会生鲜，完了会嫩，所以那个房子就不能住了，100年，外法都是这样都是变化无常，最久就是100年。整个宇宙不都是这个样子吗？说到宇宙是比较宽广因为有一些时间嘛，对，因为有一些你像说那个石门水库在盖的时候它就不用水泥，它用混凝土，混凝土的寿命超过水泥，所以它不止100年，它还可以更久。那是南马孔哟，混凝土是南马孔。混凝土是南马孔，不是，那个水泥才是南马孔。那个混凝土它是另外的一种，它的成本比较高它比较不会风化，它不会风化，伊的寿命也当动较久。可是你再怎么久，也不能久到加好几倍。你若真加好几倍，几百年也是不长跟我们佛性比起来，我们那个有千万年，咱的佛性千万年，这样三支外法无限，知道吗？那刘讲师是不是人家所说的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话，就是属于所有的它都会成住坏空，那我们人就是会生老病死。是以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所以说所有的一个因缘，它都是空的，因缘际会的东西，它都是属于空的。对，因缘际会当下就是空，它都没有主宰的本性因缘际会的东西没有主宰的本性，它演寂则生，演散就灭。没有主宰的本性。好，请问，那你再解释一下这个第4个，专求自净生智，就是我们一心一意追求那个般若妙智慧那般若妙智慧我们要追求的话，一定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已经全部都不用我们落入凡尘所学来的东西。我们落入凡尘有身体所学的叫做聪明，不叫般若。那般若是本性所具备，所以一定要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发现先发现本性，他本性发现以后要这个温养培养让他茁壮长大，他会有那个般若妙智慧会呈现。那个第4个专求自证圣智就是要你自己来证悟，就是般若妙智慧然后就是那个出来的都叫圣智，圣人的智慧就是我们佛性出来的智慧，专求自证圣智，这样了解意思吗？是现在就是说，我也不怕人家笑的，就一天到晚光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都没有悟就对了。是什么原因？是方法不对呢，还是因为我不晓得我们这师姐师兄有没有悟，
哦，就是说这个悟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才叫做哦？因为脑袋瓜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个嘛，哦，比如说你看到佛经会很喜欢啊，就好像如渴饮水啊，心里很高兴啊，什么这些感觉都有，哦，但是就是好像说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悟到的地方，因为我也感觉就是说你要去悟，是方法不对，还是万缘放下？我们也在做嘛，哈。那没事就坐在那里，因为我是比较闲的人，老师大概也知道我是比较闲的人，比如说你该去下田种菜，我们就是下田种菜，但也很专注种菜啊。老师不是讲，就是说你如果去工作的时候，你还是要专注你的工作。你去种菜的或者除草啊，你也很专注啊。那你回来没事，那就坐在那里，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个还有那个什么有讲过是心系一处，然后也是放轻松，跟老师讲的一样嘛，万缘放下嘛，心系一处，然后听着你的鼻子的呼吸进出，你有规律，但是没有悟到，没有感觉，是什么原因？我本来要打电话老师，而且我老师可能说还是这个方法不对，还是方法没有不对，是你的心还没有沉淀，对，心没有这个沉淀下来。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下的时候，你把整个心沉淀下来，然后用稳线，就是耳朵稳线，稳然后稳线，听稳线，用第三个稳线，然后用稳线的时候你感受一下，就是也周遭的那一些声响，对，耳根圆通，这个就是耳根圆通的那个修持方式，它让我们的那个佛性延伸到身体外面。既然你在身体里面做不出功夫啊，你用延伸出去可以做出功夫来。有听到车声没有？有啊。对，就是用那个这个不管是哪一个，那你要不要跟那个声音走？那个听到就好了。有听到就好了。知影讲这就是车，这就是奥罗外，这就是人咧讲话，这就冷气的声。那个念头不是一直跟着他们在变化吗？开始就是要这样。跟着他们变化没关系。就是把那个稳性让它活泼，活泼，能够知道周遭的所有一切，拢会当安尼了了分明。现在你那个稳性已经可以把它延伸出来的，一个回来身体个走就简单了。因为我们就是听了，一直想把那个声音给平除。就是说，因为你要放眼望下，就是要好像让他不听到那个声音。那个两个修持方式。那个万缘放下是要把所有的一切缘都放下，跟那个耳根圆通你去听声音刚好是两个，所以两个不要同时做，分开做可以这个一段时间来做万缘放下，一段时间来做耳根圆通，那样可以。做耳根圆通的时候有时候我说做耳根圆通下一天是最好。下一天的雨声那个雨声都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拢让你听得到不管你的这个周遭这个只要有屋檐它都有雨声它都可以听到，可以听到你就可以持续那个稳性它不会断灭你一直听你就会
有那个心得出来，活泼应用，并不是说一定要专注一个，不过一门深入倒是比较快。他这个是听我讲的大家拢讲你的空我遐侪是要做倒一个，我讲拢会使。关于塞耳根跟耳根圆通，就那个就是耳根圆通啊。对对对，那个文殊常触目啊，观音塞耳根，那个就是耳根圆通。因为耳根圆通啊，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他听那个海潮声啊，海浪一来了很大声啊，一退了都没声啊。伊咧想讲，无声，谁听就无声，谁知影无声？原来是自己呀，才说闻性有生灭，生成有生灭，这样生成那个声音是6层之一呀，它那个生成有生灭，闻性没有。而这个助正圣智，我如果说助正佛性，是不是跟暗记不太一样？因为他前面已经有观察诸心所现了，那假如说前面没有讲这一句的话，那个就可以用那个佛性了。因为前面有讲观察诸心所现，那个叫佛性了啦。他后面用圣智就是般若啦，般若妙智慧。我讲是在以前我们有一张像这样的讲义有问过说，虚空亦有名貌，然后你那时候上课讲说，虚空当然有名貌，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虚空？可是我们现在在进入一个那个像接受这样子1连串的一个心理心法之后，然后回归到那个最根源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说，真的是虚空无相，不季节诸相花卉。那这2个的一个角度是怎样一个不同？有讲师，一个是很普通话粗浅的虚空有没有相貌？没有相貌，你怎么知道虚空？有啊，有相有貌，有，那个是我们一般凡俗用的。那个虚空无相，不季节诸相花卉，那已经进入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完全角度都不同。它不拒绝诸相花卉，是不是在虚空能够生花万象？对啊。是不是跟那个有没有相貌不一样？有没有相貌是完空，不拒绝诸相花卉是真空。你分得出来没？有没有相貌就是2边出去对，有跟没有。不是那样。我之前把它跟那一个显见不离搞在一起。那个显见离见那个是我们要把那个佛性本体呈现，那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角度都不一样，他讲出来它的内容一定不一样。我们要就是吸取它里面的精华，它要表达的我们吸收，然后我们去做。他说虚空相貌，那个是对凡尘的人说，有无你那才虚空，那个是完空了。那说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花卉。既然不拒绝诸相花卉，就是虚空之间会生花万象，那就是真空了。那就不是完空。我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去分辨，一个是完空，一个是真空。那完空是凡人，世间的人
他认为是完空。那我们修道者了解说虚空是真空，因为所有万象都从虚空生化，是不一样的。还有你听没？哎，还有吗？老师那个第一义，老师写的在讲义上面的第一义是什么意思？哦，那个究竟了义，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啊，就是已经到达佛的果位啊，那个义理叫做第一义。是很高的程度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大慧菩萨问了是言语啊还是那个文字语言啊，他都说不是，第一义啊是自证的，是证悟到佛的，那个才叫第一义。那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啊，那个直心就是道场。那我们要了解到佛在讲的直心啊，跟我们众生所那个了解的直心啊不一样。佛的那个直心啊，它没有掺杂质啊。那我们的直心啊，杂质太多了，所以不叫第一义的，不然直心就是道场。直心不是真心吗？直心就是真心的。以佛角度来讲，直心就是真心的，因为他有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啊，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啊，如是乃至终始地位啊。中间永无之委屈相，我们有啊，我们有委屈相啊，然后我们从开始到结束啊，没有止啊，都是弯弯曲曲啊，所以不能称为那个第一义啊，不是直心就是第一义，要知道佛讲的那个程度，他是讲。十方如来同一道，处理生死啊，皆以直心。你看嘛，为直心处理生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直心啊，就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哪有杂质？你掺杂太多的事情，那都不是啊，怎么会是直心？弯弯曲曲那把它应用在凡尘的一般的事理里面，像真理这类的是可以代表的。可以，对，比较符合我们运用的那个方式呀。那我们说直心的话，很多人都会误解，讲我都发出来那个心嘛，那个叫直心嘛，结果都错误了，不对。从直心啊处理生死啊，那我们你看都是弯弯曲曲啊，哪能从这个弯弯曲曲处理生死？最后再问那个，因为无生法忍听过很多次了，老师可不可以再解说？好，那个无生法忍就是已经得到那个已经不生了，不生不灭，然后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不动了。就像那个颜回啊，他是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然后不动。
这个环境怎么不好啊，生活怎么差呢，他都不在意啊。那个就是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生就不死啊，无生就无死啊，咱有生才有死。既然无生就未死啊，所以无生法忍已经超脱三界，没有欲界，没有色界，没有无色界啊，已经超脱三界。所以那个很理想。已经到达阿罗汉，然后菩萨，然后佛，阿罗汉、菩萨、佛，他们都具备无生法忍，都一定的要得到无生法忍，一定要到位。结回他的安贫乐道，这安贫乐道这四个字好像也不到无生法忍，它有个乐道。应该以那个佛教来讲，他已经到达了，能够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道理上，所以对他的那个生活，那个肌肉相、单食调饮啊，人不堪其忧，唯不改其乐，他那一种状态，就是已经无生法了。这第一义是不是说最重要？第一已经正果位了，就是已经先护的，先做了，所以那个第一啊，就是就近了义，就是已经见我，或者把这一段那个大慧菩萨呢问为言语啊是第一义，为所说呢是第一义，是言语第一义，还是所说啊第一义？那么佛呢就跟大会讲，非言语是亦非所说，所以两项都唔是，何以故？第一义者是圣自内自正界。那个圣，就是佛啦，佛的智慧，内自正，已经呢，他呢自己已经证悟，非言语分别自性，不是讲用言语讲出来一款有分别，言语分别不能显示言语分别未当显示第一义。佛言：言语者，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咱的言语就是讲起灭动摇，辗转因缘才生出来。若辗转延伸其第一义不能显示所以那个要自己证悟。第一义者无次他相，没有自己的形象，没有他的形象，言语有相，不能显示，所以那个第一义没有相，无次他相。第一义者但为自心，第一义拢是咱的那个真心，那个种种外相悉皆无有，种种的外相拢无那个第一义，所以就把人小刮胡形而上之道，第一义就是形而上之道。那么信道呢贵笃守道呢贵坚，道之在身如生命这不可思。那么不以外物移其次，不因呢世俗易其超。我们的操守不因为凡俗改变，而或呢能安逸凭借，然后趋于下位，就是讲委屈做人的下属做人的下骹手人，拢无要紧。不慕人之荣，不羡慕人家的繁荣，故能
因此，就是这个人格健全。那么道呢不离人，人啊自离道，狂心若歇歇即菩提。所以只要我们的狂心啊，让它休息了，休息就菩提了。放下万缘即如佛，万缘都放下，就成佛了。佛老师呢，也跟我们讲，常名啊，般若妙心，这个很重要，般若，我们那个真心啊，般若真心，勤持啊，智慧利见，了悟真法，明彻假解，明心见性广行功德，这里面还有一个如幻三昧，利通自在，这个4个字在这边是，因为我有看老师那个录影在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人的意念，你有去过的，比如说你到美国，你现在马上就想到美国那个样子，然后又回来，对不对？那这个里面的这个放在这里，就是如幻三昧，利通自在是什么意思？三昧就是正定。正定正定，正定，定力的定，正定，三昧的是正定。因为我们有正定的话都会骄傲，会骄傲。有正定，怎么会骄傲？以后你只要说有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会骄傲。现在还没有了，所以不会。对呀，对，你有的时候你就会笑足多人的，就会笑很多了。所以那个加如幻，就是说不要住，莫去住伫迄个真好的境内底啊。所以加2个如幻，假啦，正定真好但是假啦，幸福才是真的啦。所以那个呢，加2个如幻是要我们不住相。它那个利通自在呢，因为我们开始用的时候，还只是一种那个意念的呈现。咱若讲去倒位，马上会过去想起来，那个只是我们艺术的呈现。然后我们要追求到意生身。我们的意念生出一个身，这个身哪一个身？前面身体的身，如幻三昧的前面，意生身，有没有？意生才后面有利通自在，有没有？就是要使自己的意生身能够到达你想要去的地方。那个就不是我们的意念想象了，而是实际。连你的身体都能够到达那个地方，那不是你的意生出来的身，可以到达你要去的地方，那个叫做利通自在。哪有那么厉害？就是有努力修持的话，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有时候有灾难有，比如说有那个高人来指点，然后之后他一转身就不见了，有没有？那个就是意生身。你以为自己以为是眼花？对，讲我的主角都现在在咧讲话那是虚无的。你不知道那个就是人家修成的意生身。他给你指点了以后，他就不见了。他不会炫耀伊的那个名声，不会。可是意生身不是幻吗？它是虚幻的幻吗？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有意生身的时候，它已经是实物，
实在的东西。意呀、可以生出一个身，然后要到哪里可以去显现，就可以马上又回来。那就是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的千百亿化身的前兆。可是或许刘讲师，你曾经以前讲易生生，你讲说他是有出有入，对呀，他是属于生灭的。对呀，生灭的对。我们不用去追我们不用追那个。因为你有画一张那个李纯阳的。对。因为它是生灭的，不是固定的，我们追求是千百亿化身，不追求只有一个一生生。所以说千百亿，你说一生生是千百亿化身的前身。前兆。所以他真的修到一个功夫的时候，他一根生也是一个佛性的一个功能作用。对。那所有的功能作用，它也只是一个用途，所以它一定会有出有入。所以既然是功能作用的话，我们就不用去认真它、执着它，就要回到我们的根源来。对。所以这个就是受用归体吗？对。因为或许一直在想说这个用，它这个摄用归体这个用，它这个用也是属于生灭的已经发出来已经生灭的。对。但我们还要把这个生灭的把它收摄回来。不同的。跟根性就是有点不同，对。因为收摄回来不是收摄那个用。对是。我们是收摄我们本体回来。那这样子。用到已经出嚟无去无去，你要搁讲套，要讲唱。现在的或许的请问摄用归体这里用。那不可以它这个用是。用已经是一次。那我们所说的摄用归体，它是在说什么？是说根性吗？还是怎么样？摄用归体就是讲你用出去你爱知讲这个用出去的迄个范围程度，然后我们又把它收到佛性回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已经用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会把那个用当成本体，他把那个用连续用，所以靠连续用。对所以我们收摄到他回来佛性就是讲要互伊甲迄个用离开，甲迄个本体离开。因为我们很多众生会觉得说，佛性的用就是佛性本体，那已经是错误了。错误伊唔知影错误佫直用所以摄用归体的时候，就会去掉那个毛病。这区别功能作用这样子。对。是不是这样讲？摄用归体是说，你这个一生生去，对不对？它这个形象它是通过佛性呈现出来的。你现在不住就不了佛性就回来了，变空跟空就相应了，不是就回来了？对呀。不止就回来。对，不止就回来了。对，应该是这样。那我们所说的大用，佛性的大用。大用那个那个已经是成就我们已经可以移山倒海，可以移山倒海。你看这个灾难很大，你可以发挥你的大用，改变整个形象，改变整个天地宇宙，那个叫大用。那这个跟以前瓜底那个含泪酸，三洲海，但它是一个法术它是一个法不是吗？对我们佛性里面就有具备所以它感觉它也是一个法。对。佛性里面具备，所以大用的时候那个不是一点点的，是很大的。所以这些外法就是无性嘛。对，外法无性。我们的身体也只是一个功能作用而已。对。
可是它有本体在啊。对，没有错。所以我们时就是我们如果可以时的这样子认清楚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掌握到那些根本，不会随着这一个感官去走，一直去追求。我弟今天问他说，我们知道都每次都讲说这个是幻，这个是假的，可是他明明是真的啊，很痛就是很痛啊，我说你还不透彻，因为他是说他是希望，因为他是有生灭，他是短暂的，他就跟慧学讲，他说明明就是会痛，明明就是真的，明明我们就是会害怕，我们硬要讲它是假的，我也知道它是假的，其实说穿了我也知道，可是我就是遇到事情我就是很怕，我就是很痛，我就是很怎么样，他就跟慧学这样讲，所以慧学想要记那个知幻机理，然后不假方便，是不是？那句有没有？以前刘良师讲的。好，才连接进来。对，怎么讲？他这样子不晓得呢？你怎么跟人家讲？他眼睛落两边，他也应该知道吧？还是记那个什么？记刘讲师你那个按摩脚底那个，会比较好一点。那个。菩萨积切时啊，不起妄念啊，以诸妄念啊，亦不息灭；诸妄想见啊，不加了之；以无了之啊，不变真实。所以他那个生灭啊，他那个痛不痛是生灭啊，那个都是很短暂的。你要知道啊，有那个痛的，可是有不痛的啊，你住在痛了就住在生灭啊，不痛了你不见了，没有看见了，不痛的了。就是因为没有见到，所以他不相信，所以他才会懂。点了。完全是啊，有一些是不能见到的，比如说棺材，我落泪了。你若看到伊就死啊。还没有追求到这个想要的目标啊，就已经一口气不来了。不是很可惜吗？还有问题吗？还有10分钟。这么快？了解。刘讲师，刚刚我问的那个第一个问的时候，那个大道的宇宙观跟见性观，你好像没说到，我怎么感觉到你们？你只说到那个宇宙观是不是跟自性观，它是不是属于那种我们人啊，我们自己人在看那个什么所谓的宇宙观、自性观，其实他们是应该一样的啦，平等的啦。因为假如说要解释，没办法，只好这样子。要解释一个佛性，这个道的一个大，必须用一个宇宙观来去形容它。假如说你有到那个台北那个科学教育馆去看那个宇宙探险，你就会了解说那个宇宙的大，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它是非常的大，真的大，宽广到它一按呢照到我们地球来，才知道我们地球的渺小，它宇宙的大。所以说要我们要了解到说，尽虚空遍法界那个是无量无边真的非常的宽广。
那我们的那整个这个地球来讲，都是非常渺小，一颗小行星跟那个宇宙不能相比。奥夫姐都说，他开始开馆了，大概有1-2年的时间都放映同一部片，结果现在都没有再拿出来放映了，还没有看到才很可惜。那个给我们修道一个很大的帮助，知道一个宇宙，他知道我们的那个小行星，宇宙然后一直然后到我们那个地球，地球大行星太阳系月亮真的很小，那个范围宇宙是这样大，咱的一款5大行星太阳、月亮、地球，安尼一点点看到以后真的当时会很失落。咱大那个谁，这么小，宇宙是要大，每一颗行星不一定都有轨道，因为拢乱飞，所以去看那一片很有价值。然后自信观，我们自信要了解到尽虚空变法界整个宇宙虚空全部都有自性在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成佛成道了以后会去扶持有众生住的世界，也扶持可以安稳，使他们安息乐业。那整个宇宙太宽广了，所以难怪佛世界那么多。可是因为那个有很多那个行星他们不是住众生，是住菩萨，所以他们不怕那一些天动地摇拢无咧惊。我们呢，就是了解说，娑婆世界都是这小这侪众生还会当互因安尼安稳，生活都会扶持他那个片子里面有一滴水一说，好小，很小，那个也是跟那个道理一样，是进气中干嘛？那光一滴水里面那个细菌，然后就变成很大。对那一片就是大的很大，小的很小。对，就是这样。多就多，水就水。他这样子，外星人那个是很佩服，很多书接受优福那个外星人到地球来，应该是很真实后面想应该是很真实。还有5分钟有问题没？那个心意识无法心意识无法，名相分别如正治，他要用这个。就是心意识的无法了解心意识的无法名相分别如甲正治是什么？这个也一样是在那个《楞伽经》里面，那个五华。那个了解心意识五华，名相分别如跟正治。我们呢就是了解到心意识都是众缘际会它是变化无常，有名，然后有相，然后有分别，然后呢
里面还有儒儒跟政治啊，儒儒跟政治啊，算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可是呢，它这边不是全部具备，不是拢全部拢正面的，它还有掺杂生灭的在里面，所以把它列入那个心理师。跟那个五味百华后面有那个无为法一样，那个虚空无为，然后呢这个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然后不动无为，真如无为，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无为？这是5个啊，它全部都是跟我们凡尘的那个生灭法相对，所以跟生灭法相对啊，它在那个不生不灭那个立场啊，就站不稳了。像说涅槃跟生死相对，所以涅槃生死平等。那要讲涅槃，前面要加一个大涅槃。那就脱离了，就脱离相对，就是一个绝对。那佛有教我们说，心力士修道的时候不要用了，因为心力士啊，都是变化无常。那么这边呢，有时候呢，那个八地菩萨不动地啊，那个十地啊。菩萨，各位会念吗？欢喜地，然后呢，发光地、电慧地，离垢地，离垢，这个第2个呢是离垢，一个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电慧地，然后呢这个南行地，然后这个现前地、眼前地、不动地、善慧地跟法云地，10地菩萨，他每一地的那个功夫啊都不一样，他不动地才不退转我们修到那个第8的那个不动地啊，他就不退转了。所以或许呢，就把它写成1张2面啊，大概都把楞严经的精华，把它呢收在这里面。它呢就研究的话呢，就能够从短短的那1章里面啊，了解到整个那个楞严经的意思。因为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最重要的心性只有这一部经楞严经，那剩下的都只有这个片面一点这个阐释而已，没有全部。那楞严经是全部就全部都是讲心性所以我们要明心见性一定要研究了心明的因果就不昧，见性成佛就无疑。所以各位手上拿的那一篇 DVD 就讲那个能够见到灵敏的知觉性就叫见性，见性就成佛无疑啦，一定成佛。所以就让大家呢都能够产生很深的信心，相信自己就是佛。确实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众生之见太深，所以就成不了佛。只要把生之见都去掉进入佛的知见那佛的知见很简单你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佛的知见。你看多么容易只要我们有念头，就是众生知见了。你念头都没有了，就是佛的知见。只要你能够进入佛的知见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就讲这个
它的精华重点所在。那么佛与阿难，那个语啊，就是告示的，跟他讲，我跟阿难讲，是跟大家以阿难的为当机，所以啊，就用阿难为那个一个代表人物。汝等当知啊，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啊，皆有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故有人转。所以这个开始的时候啊，楞严经开始就把这个重要点点出来了啦。可是我们一般也都没有很重视，没有重视它。那么佛呢就讲说，我们所有的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就是非常久了，久到没有开始的时候啊，已经唔知影当时啊开始啊，叫久的久啊，很久，生死相续啊，生又死，死又生，这样一直六道轮回啊，绵延不绝，皆有不知啊，都是不知道。假如说我们知道，就不会生死相续啦。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有常住真心，有性净明体，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啊，是重点所在啦。我们一直在阐释啊、发扬，也就是常住真心啊、性净明体。只要我们有把握了，都能够去拥抱常住真心。性净明体，那成佛一定不用怀疑，绝对成佛。那我们没有不知道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之妄想，已经用妄想，此想不真。我们起心动念这个念头叫妄想，因为它一直在变化，所以不真，都是假的。因为我们这个念头不真我们所有行为都从念头来，你有念头了就落入行为，所以念头在前面，行为在后面所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念头不真所以才有六道轮回然后一直六道轮回没有变化，一直在六道轮回已经过了很久了。所以或者都讲，我们落入凡尘就已经先天告诉我们，我们把那个苦写在脸上，那个眉毛就是草了，然后我们有十字加一个口嘴巴，你看就是苦，写在脸上你就是苦，落入现象凡尘就是苦，一定要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都用妄想，才有六道轮回。如今呢，预言无上菩提，说我们现在要研究无上就是最上，没有比它更高的，最上的菩提，菩提就是觉，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研究呢，无上的菩提真花明性，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发挥出来，那个叫真，花明真正的花痴光明，那个佛性，真的花明性。那么应当呢，慈心酬我所问，就是应该呢，要呢这个。慈心，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慈心就是道场，慈心呢，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弯曲那一种心里面最第一义呈现的那个叫慈心，要慈心呢，酬我所问，那个酬呢就是回答，回答呢我所问的。然后底下呢就讲说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处理生死，十方如来都同一道，都一样的相同的处理生死，皆以直心用直心来处理生死。那因为我们众生都不直心，都是弯弯曲曲的，
所以就没有办法处理生死，都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要处理生死啊，都要直心。那心一直了以后，言也直，你心直啊，讲出来的话也直，心言直故，如是乃至啊，终始地位，就是这样，是超中间啊有很多的精力啊，都省下不说了，就讲头跟尾啊，那个终点跟开始，这个地位，这个开始啊是修道，终点呢就是果位，能够修道啊，修道呢果位啊，这个中间啊，永远都没有知伪趋向，委婉曲折的形象都没有，都是直心，所以都同一道啊，处理生死都是直心，可是我们欠缺的就是直心啦，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你都直心的话拢真吃亏啦，都会被人欺负，现在的众生啊，弯弯曲曲啊，委婉曲折啊，那个心啊都不真，都要吃人，欢喜啊要死啊，唔知影讲已经正业，正一寡业家己咧受苦啦，欢喜啊，是巧啊无？足戆的，不过伊讲伊足巧的，他认为自己很聪明，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说佛就跟我们讲，你假如说在生活之中都是直心的话，成道都有余啦，绝对成道的。所以佛就讲，若不视之啊，心目所在，则不能得降伏尘劳。假如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的那个真心啊，那个所在，那个目啊，就是连带的说了，心目比较让我们了解，眼睛能够看啊，心能够想啊，它很精灵啊，说不知道呢，心目所在就不能啊降伏尘劳，所以啊，这个尘劳啊，凡尘劳劳碌碌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心目，心目底下倒位都唔知，所以佛做一个比喻啦，比如国王为贼啊所侵，国王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啦，贼就是我们六根啦，那去有六根所这个侵犯，发兵要讨除啊，士兵要当知贼所在，发兵要来讨除这个贼，这个兵要知道贼伫倒位啊，无掠贼咯，半暝啊，师傅啊讲招贼，师傅找不到，跑掉了，师傅讲抓到一个，不肯承担。各位前人抓到谁？抓到自己呀，抓到自己呀，可是不肯承担，不肯说自己就是贼，六根啊就是贼，所以啊，要知觉所在啦。那识汝流转，使我们六道轮回啊，心目为旧，旧呢就是过错，就是心目啊为过错。没有心目的话，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那么五经问汝啊，唯心与目今何所在？各位前贤，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研究久了一下子答案都出来，无所不在。我们去问都没有研究人你问问他心目在哪里，绝对回答不出来。绝对唔知啦，唔知讲咱的心目伫倒，绝对不在。实际第一次呢，真心，那个第一次啊，这个佛问这个阿难，这个唯心与目啊，心何所在？然后第二次呢，汝目可见啊，以何为心？只有2次的真心呐，所以各位前贤。这个就我们可以反问自己啦，说汝目可见呐，以何为心？我们目睭有法度看以什么做咱的心？
你当老师在教学生哦，讲讲看。眼睛哦。对啊，乳目可见，以何为心？我可能我会怎么说啊？我会说，不学习哦，又被点名，做这个好像也没有。因为木其实它也是6根嘛，那我可能会用另外一个反问法吧，就是说，如果这个眼睛啊，你闭起来了，或者你死掉了，请问眼睛还在不在？孩子会说在啊，可是那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啊，那谁在看？大问号。那我就跟他讲，后面呢，你的有一个无形的灵体会帮你。不会，我就不会讲。对啊，就是哦，那个乳目可见啊，以何为心啊？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以那个佛性本体为心。可是我们一般人都不知道啦，都以为说我眼睛可以看到啊，我看到那个那个知道了就是我的心啊，所以啊，这个真心只有2个地方，那阿难回答呢，7个地方所在啊，他回答说在身内，第一个回答，那个就是阿难本身的意思啊，那个我们众生也都这样，都认为啊，我们的心就在身内，那佛就讲啊，既然你的心在身内，那心有灵知的作用，凡心所在啊，皆能明了透彻，就是你心在哪里，你都能够知道了了分明。既然你的心是在身内，那你的5脏6腑你一定了了分明，看得很详细啊，清楚。然后啊抓生法掌，指甲在生长，头发在生长，你也一定看得见。咱无一个遐熬看会到啦。像知影增加咧长，你一礼拜莫加，哎呦，先才长出来。头毛嘛是1个月莫剪，伊个袂看呀。所以你看抓生法掌，我们都不知不觉。所以佛说在身内啊，无有是处，无一块着啦。咱众生拢认为啊，我的心就是伫咧身躯内底，身躯外口无，所以都这样认为。佛一下子就破除掉了，说不是。那么底下阿难在回答的那个在身外心。咱的心伫咧身躯外口，迄唔免讲，咱嘛知影唔对。然后潜伏根离去秘伫咧眼根内底，咱嘛想讲咱的心哪有可能去秘咧眼根内底？过来开眼见明叫做见外，闭眼见暗叫做见内，迄嘛唔对。迄个迄佛性的功能作用啊。那第5个执心则随有。咱的固执的时候啊，安尼就随着你的固执就有那个心出来，这嘛唔对。然后执心在中间，都无2边哪有中间？然后执心乃无着，我一切无着就是我的心。是啊，那个佛就讲龟毛兔角啊，全部都没，只有名字啊，没有实际的啦，都没有无着，是你的心吗？所以啊，皆被佛破斥，拢唔对啦，都不对。所以啊，我们有研究啊，了解说，心很宽广，无所不在，那个是答案，正确的答案。所以佛破斥阿难呢，无非啊，就是破阿难的分别心。分别心啊是造业之源，咱的分别心就是咧正业的源头。阿难分别啊，到这个地方已经呢山穷水尽啦，叫佛甲破甲拢无，哪会无我都无半项啊，
对于外境啊，不能再起分别，已经外境拢无法度分别，破次七种执心啊，以破全部心之次首，我们心的地方所在啊，全部都不对，都把它破除掉，世间的次首不出有无两处，世间的所在，地方所在。一定伫迄两个内底有甲无，有甲无这两个所在，你这两个所在拢甲破掉，有毋对，无毋对，两个拢毋对，就破尽啊，有无，有无都破尽了，即破尽啊，心之处所，心的处所全部呢都破除了，那么一切处所啊，既破。即一切散乱的心无，所有的散乱心啊没有了，正是显出啊常住啊不动之心体，就是已经现出来，我们那个常住不动，如如不动，咱的心体啦，所以或者都一直要我们能够了解啊，那个如如不动，常住不迁，就是咱真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那个啊，都还没有说真的很透彻的实际的领悟啦。不过慢慢的越听就越熟悉啦，都知道啊，如如不动，常住不迁，所能言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啦，那个三昧啊，正定，所能言三昧呢，就是啊正定之中啊最高的。就是所能言三昧，知修行人啊，不能得成无上菩提，皆因错乱啊，修习，修道学习，无法度行，佛，无法度无上菩提啊，就是佛的果位，无法度行呢，皆因为错乱啊，修道学习，犹如煮沙呢，亦成家传。你煮沙讲要做饭来食，搁较煮嘛沙嘛热沙，无法度变饭啦。重经成劫啊，终不能得，不管偌久啦，拢无法度得到。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错乱修习啊，就是摸不到呢，我们的根，错乱修啦，那摸到根成仙做佛。所以摸不到根就瞎修行了。如何错乱？用攀缘心而修者啦。用攀缘心来修的话，那个再怎么久都修不成。阿难就讲，如来现今啊，真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穷行主。这个我们凡人这个推穷行主啊。就是已经会当延伸啦，把它引申到很远的地方，像那个科技一直发达，就是这4个字啦，推穷行主，就直直发明新的产品出来，这个就是推穷行主，即能推者啊，我将为心，那个能推呢，就甲当作迄就是心。可是啊，被佛骂了，佛言堕，佛在骂人就是用这个字啦，不会真歹听的啦，这个字就是在骂人，堕，唔对啦，讲你这安尼唔对，而难此非汝心，这唔是你的心，能推之心啊，就是攀缘心，那个推穷行主啊，那个叫攀缘心，那么阿难问啊，此非我心当名何等？这不是我的心，无做啥？佛告阿难，此是虔诚希望相想，或汝真相。讲这个啊，就是显现在眼前凡尘的景象，凡尘的景象都是虚妄不实在。你在不实在的形象上面生出念头，迷惑你的真相，所以啊，这个要一个字一个字解说啦，意思才会造出来，
虔诚希望向想，佛汝真现。哦，我们听久了就很熟悉啦。美艳有没有？有啊。犹如无始呢，至于今生啊，哦，任谁为止？哦，殊如延长，故受人转。哦，由于我们无始哦，都是非常久的时间呐、哦，一直流转六道轮回流转到今生啊，任谁啊为止？哦，把这个我们那个生灭希望相哦，这一种心呐、它当成宝贝儿子哦，所以啊，任谁为止？所以啊，失汝延长，失掉我们呢？哦，那个缘就是本来，哦，失掉我们的本来，哦，常住的真心性净明体，所以啊，哦，才接受六道轮回，故受人转，哦，就是这个样子。那么阿难呢，他就讲，日常啊，哦，都用此心，哦，我日常都是用此心啊，哦，供养佛也是这个心，哦，回谤佛这个心都是这个心。若这不是心啊，我乃无心，同之土木啊，这若唔是哦，我都跟那个土木一样了哦。那么请佛开示哦，请佛讲啊，怎么样才是真正的我的真心？那佛欲令我们的心进入无生法忍摸阿难顶而告之言。如来常说呢，知法所生，唯心所现。这个呢，我们了解到，这个如来常常都讲，说知法所生，万法它所呈现的唯心所现，都是我们的真心呐，所呈现出来。所以万法那个啊，所有的万法都是我们的。那个心呐、呈现出来，我们的真心呐、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万法都是我们的真心呢所生发。那么一切的因果世界为成，因心呢成体，所有的因果完成了所有因果以及世界。大的世界，小的围城，所以这个呢都不实在了，也没有世界，也没有围城。那么世界跟围城的呈现，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因为心呐、然后才有这个体，才有世界，才有围城，因心呢成体，万象也是一样，有心呢才会有万象的呈现。纵令虚空呢亦有名貌，只要虚空它也有名，也有形象，名就是虚空，形象呢就是我们看到虚空的那个样子啊，就是貌。那么何况呢清净妙净明心，何况清净妙净的明心啊，会没有那个实在的本体。这个就是还显的意思啊，那个清净啊、妙净啊、明心，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啊，它有这样连下来妙净明心它就应该这样念：妙净妙明，连起来就变成一句啦，妙净明心，要详细说呢，它贯了。妙净妙明，所以那个整个意思才呈现。那么性一切心而无自体，我们的性一切心而无自体，就是一定有，虚空都有名貌了，我们的性哪会没有体呀？一定有体。我非次的只为非心，佛就讲，我不是说命令你呀。那个执着，你现在所用的心为非心，不是心，
但汝于心微细揣摩，你呢在你的心很微细的来揣摩，揣摩了以后，若离前尘有分别性，离开眼前凡尘的景象，你还了了分明，那个叫分别性啦。离开前尘以后有了了分明，即真如心。所以各位前人，我们可以问自己假如说所有形象都没有了，离开了，然后我们还了了分明，那个才叫真心啦。那假如说分别性了了分明，离尘无体，都无去失则前尘分别影视，这就是眼前凡尘那一些呢诱惑我们迷惑我们那个影视影子的事情，就是假的啦，都不真。尘非常住凡尘拢无法度永远伫咧尘呢，它变化无常所以不是常住。若变昧时那个凡尘已经变昧此心则同龟毛兔角那个尘变昧我们心就跟着昧了所以我们的心跟龟毛兔角有名无实啦，敢若有名龟毛兔仔角龟无毛啦，兔仔嘛无角，有名有名无实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发挥功能作用那个虽然也是佛性发挥出来，可是它不是本体所以不真也是一样妄你就前面这里若分别性离尘离体，要解释一下。分别性就是了了分明啦。咱了了分明离开凡尘的时候那个了了分明都不见，那个叫做离尘无体啦。咱了了分明离尘的，还有了了分明的分别性对不？迄就是咱的真心啦，迄就不生不灭的真心啦。所以这里离尘无体，我们是迄真心。分别性了了分明你的了了分明，就比如讲我即马看这形象拢了了分明，即马这形象若无去我了了分明对无去，那个就不是真心，安尼知咱即马看了了分明，拢知影什么人什么人虽然人拢是人，无同款人不同名词不同形象无同款咱拢了了分明，但是这拢无去，这拢无去以后，咱的了了分明完全无去，迄叫做妄心啦，那个心就不是真心还有检测无？放心的会了了伫个经典内底伊讲做分别性分别性咱若要行入要真心你讲分别性，咱会迷糊咱会讲都会分别所以或者就把它另外一个名称来说，了了分明。了了分明是我发明的，经典内底无啦。但是我若甲讲了了分明，表示说我们真心发出来。你若用凡尘的一切它会变化，会变化以后，我们用了了分明就浪费，就很可惜啦，无彩。迄二足价值的，互你用这价值都无。所以就不能用了了分明。我们的妄心妄心都能够分别一样都可以分别可是离尘以后，离开形象，无去啦。咱那个妄心离开形象以后，无半项啦。即马佛就是咧讲你若真是你的心，所有凡尘的景象全部都没有。没有的时候，你那一个了了分明的知觉性，你还在，那个就是真的你
的真心啊，还有清楚不？有没有？讲讲看，换你的角度来讲，我大概看透彻了。各位前大家好，后学分享自己小小的心得。现在就是说，这个像学长是问我们，你的心跟木知道以后，你是什么心？这个什么心，其实把它回到原点就是佛性，佛性了了分明，这一切的因缘和合，我们知道这个因缘和它是会生灭变化，所以回归原点还是在佛性本体当中。那现在就是说，可能在我们显著作卧当中，我们应对的所有的凡尘人事物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明白，自己要笃定，我落入世心了没？我住相了没？我起心动念了没？自觉这样好像也蛮不错，可以及时的回光返照，不会六根一直外放，因为我们太住相，真的，其实自己住不住相自己最知道啊，家人啊，人事物啊，那个家人有时候给你记一句话，给你怎样，你起心动念，你住相了吗？自己最清楚哈。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前程这个幻影啊，其实都是一出戏而已啊，都有幻灭啊，他掌握不住啊，所以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如不动，这个不会变化的，这个永远都在，没有生灭，这样。对啊，正确的，这是正确好。对啊，我们呢了解说，这个离尘无体呀，离尘无体呀，那个就是分别影视啊，前尘的分别影视就是假的，因为尘呢非常重，若变灭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啊就跟龟毛兔角一样，则如法身呢同于断灭，已经呢断灭没有了。那么其谁修正啊？无生法忍。什么人要来修正呢？这个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无生法忍啊，就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要进入那个圣道，要进入到第一个，一定要无生法忍，要得到无生法忍。无生就是没有生啊，那没有生就没有灭了所以无生法忍就是我们已经把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不动，那个叫无生法忍。所以无生法忍你得到了，你就是阿罗汉，不用说以后怎么样才成了，你就已经是了。那你要成佛，最起码一定要得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以后，你已经到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全部都有无生法忍。所以这个是最根本。无生不生，不生就不灭。你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你已经安住不动，那个叫无生法忍。所以佛说，其谁修正无生法忍，就是我们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你佛性本体修正无生法忍，你的佛性本体已经进入不生不灭了，回归本位了，已经回归到本位。所以佛就跟阿难讲，假如说你把那个凡尘用的心拿来修道的话，那么这个凡尘，我们面对凡尘，凡尘都会变化，变化呢就断灭了，那就没有人修了。所以佛说，知修学人皆由执持生死妄想，误为真实。我们呢修道学习的人都是以为这个生死妄想把它认为说真实的。所以那个生死妄想，我们要知道
身体啊有生死啦，佛性没有啦，佛性未生啊嘛无死，哦，身躯才有啦，啊身躯是天地物质，最后风土，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的啦，所以我们了解到哦，我们最可贵啊，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不要把这一些那个生死妄想呢，把它认为真实，因为这样是故啊不成圣国，就是没办法成佛。那么佛心慈悲啊，哀悯厄难及之大众，遍告同会，就是楞严法会啊，佛呢就是要遍告啊，这个楞严法会的这一些研究的人，我常说言啊，摄心资源及心所属，诸所演法唯心所现，所有凡尘色法心法之所演法心所属法，这个一切啊之所言法都是啊我们的真心呢所呈现。所以啊，我们这个修持者啊，就把这一段啊，把它呢讲成啊五味百华。而呢，这个听到佛这样讲了以后啊，他呢就能够了解啦，他那个五味百华你有没有熟一点？也没。太多了啦，记不起来，有熟了，不好意思。我爸也记得这样。可以用那个分段分批把它记。那个五味色法、心法、心所属法，不相应法跟无为法，安尼就五味啦，5个。色法11个，心法8个。心所属法51个最多啦，51个里面有11个善法，然后有那个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20个随烦恼有分成大8个，中2个，小有10个，然后还有4个不定法，这个总共有51个。然后那个不相应法，不跟色法相应，不跟心法相应，不跟那个无为法相应，自己独立的有24个，然后那个无为法呢有6个，你把它加起来刚好100个了，你已经先把那个纲要记下来，然后才讲细目。色法有形有相了眼耳鼻舌身，这个5个都有形有相，然后色声香味触法，因为那个法它有一半生一半灭，它在生的部分有形象，在灭的部分没有，所以也列入色法里面，所以有11个，眼耳鼻舌身5个了，色声香味触法总共11个。然后那个心法就我们的8识，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8识啊，就是心法。然后心所属法它就有5遍行5别境11个善法然后这个6个根本烦恼，20个随烦恼，4个不定法。然后从那个5遍行咒义，我们咒义的时候遍行在所有的，因为一遍行了以后，你就有色法、有心法、有心所属法，都遍行，全部都有遍行然后接触也是一样，你能够接触所有一切一切啊，你都是接触然后受思想5遍行，然后5别境呢就是我们的欲望欲界那个欲然后圣洁念定慧5别境然后有11个善法
第一个相信信，惭愧，无贪无嗔无痴，然后精进，然后亲安，然后不放逸，行舍不害，11个善法，然后6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我见，6个根本烦恼，然后呢20个随烦恼，大有8个，调举，把我们那个心举得高高，让它不安，它就掉了啦，我们的心就掉了，调举，举高让它掉，就是心不安啦，调举，然后分存，不信，懈怠，然后放逸，散乱，不正知，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什么？对，思念，这个比较较轻的现在转无语，思念呐，就像我现在思念，把那个念都撕掉了，然后2个中的无惭无愧啦，这个比较容易，惭愧啊，你没有惭愧啊，就是随烦恼里面的中的2个，然后小的有10个啦，愤，一个分底下再一个心，分，然后愤怒那个愤第2个，愤，然后护，扛起来，护，恼，忌，谦，狂，残，这个害，骄，还有一个呢，都有了10个了，然后4个不定法，那个后悔啦，我们后悔了，然后睡眠，然后寻找，然后奉侍人家，一个人字边再一个思念的事，是这个4个不定法，然后不相应法有24个，得命根众同分一生现，无想定灭尽定无想报，名声俱生闻声，生住老，无常流转，定义，这个相应，世数次第方，时数和不和24个，然后无为法有6个，虚空无为，则昧无为，非则昧无为，然后受想昧无为，然后不动无为，然后真如无为6个，总共100个无为百法。上次在显示少一个无想报，那个报就是想不起来，想到尾要造出来，这一次少掉一个思念，这个有这样一经历了以后会更熟悉啦，因为蛮久的时间没有去复习，以前在同一宫有背很熟。放了以后没有用就没有再背。可是现在要用各个溜出来，各溜出来，所以可见你越讲就越熟悉啦，愈讲就愈熟。跟一般的经典有没有一样？因为我们就是要了解在楞严经的部分它都是一个绝对。那我们这边的是相对的啦，它有相对，所以它也变成落入那个就是我们有为法里面啦，我们在用的时候假如说是用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的部分我们落入有为，你在阿摩罗识的部分就升高为无为。所以真如的无为跟有为它竟然是同样的，可是
那个出来的那个出发点哦不同，因为在阿摩罗树它已经是无垢，所以无垢的真如啊，它是一真法界。那我们在阿赖耶识的真如啊，它还有一半的跟完成的。为什么要讲真如？就是因为有跟真如相对待的，好像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涅槃？因为有生死，有生死我们才讲涅槃啊，所以啊加一个大涅槃，就跟那个生死涅槃等空法不一样，涅槃跟生死是平等，都是空中的花，你加一个大涅槃，那已经超出了，就一个绝对了。你说那个已经波涅槃，也是绝对的，所以它绝对了以后不再相对。那相对里面啊，虽然说涅槃很好，不生不灭，可是它毕竟啊跟生死相对。有相对啦，有相对就两边啦，所以我们昨天还遇到智者啊，以二为一，愚者以一为二，各位听懂吗？听懂。你懂吗？智者以二为一，愚者以一为二，解说看看，一定会的啦。智者以二为一，他会把分别的，对他来看，他是平等的分别，他没有分别。那愚者会以一为二，分开，他会分别去看，其实他是没有分别对待的，是这样吗？对对对，因为昨天接我们从那个台南高铁接我们到那个同一宫去讲课的时候啊，在车上，他就想说他去检查身体，那个医生啊，竟然跟他讲说，你手有四角，你这不是牙香对白，就是你会很深入的研究那个真理呀，那个佛法的真理呀，然后就跟他讲，我跟你讲一次智者，以二为一，愚者以一为二，讲一盖无讲两盖讲我问题啊，我们有研究心理学就会知道，你有智慧啊，你把所有是非融成一体，就没有了，没有是非了。你愚者啊，你无够迄个本来就无代志，你就甲分做两边，点仔在咧吵，这样啊，然后那个就在讲讲，迄个医生可能我那得劲，无哪会样安尼讲，还有拿扑克牌叫他抽3张。去看病。还是同生没有，他说你很有佛缘，不是请他去看病，而是说你要在修道的方向努力啦。讲来医生呢，刚刚说自主以二为一嘛，二为一嘛。对。那么就是他已经进入中道嘛。对。对啊，就是能够把两边合成这个一体的，思维变成一体以后啊，你解决问题就容易了，就进入中道了。那愚者就把一分成二了，哇，那个本来都没事啊，就被你变成有事。对呀，我们完全的都这样啊。在生活之中，看是要以二为一还是以一为二。那我们接着呢讲说，汝身汝心呐，皆是妙明真经妙心中所现物啊。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都是呢妙明真经妙心之中
所显现的东西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已经呢就到最高的一个程度，不管是身，不管是心，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身就进入法性身啦，心就妙明心，就不是我们这个水有风土的身，所以妙明真经，妙心之中，所现的东西，那么吻合汝等遗舍本妙，言妙明心，保明妙性，任物中明，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本妙，言妙明心，言妙言明，那个也是贯下来，然后保明妙性，保明保妙，都是呢贯下来，这样呢看呢意思整个都会出来了，这个最原始状态的，我们都呢遗失了，那遗失了以后认物中明，就是认呢物中的一点迷情，已经领悟了，可是还有一点迷情，就是没有真正的全部领悟了，所以我们遗失本妙那个最要紧。那么接着底下就讲天地的形成那个毁灭为空，空为暗中呢，结暗为色，这个呢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系我们一念无明了，然后才有那个毁灭为空，这个空呢才呈现，空呈现以后这个结暗为色就等于已经有这个世界的形成，所以毁灭为空本来是真空变成完空，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从真空呢变完空，从那个寂灭变生灭，然后从那个真觉变妄觉，然后从我们的那个根性变六根，然后完成的洞见，就有六个境界为缘呢长六出，毁灭为空呢，这边是一念无明生三系，这个我们一念无明就有业相、转相跟现象，所以结暗为色就已经要现象了，现象有世界，有世界以后色杂妄想，想象为身，有世界以后就有众生，然后既言内摇气外奔逸，昏扰扰相以为心性就有业果。所以我们了解从毁灭为空以后这个真空变完空，才有这个世界的形成，那个结暗为色就是世界的形成。它色杂妄想，这个形象呢杂着我们的妄想，那个妄想跟形象就变成我们的身体，想象为身，然后记了很多的因缘，在我们内心里面摇动，记言内摇，然后气外呢奔逸，那个气就是往外，往外奔逸，既言内摇，往外的奔逸，就昏扰扰相，以为心性就是我们变化很大的这一些一切我们当成我们的心，一迷为心决定后为色身之内，我们呢迷了心，把它呢决定了定位在色身之内，不知呢声色外际山河虚空大地，玄是妙明真心动物，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这个形象以及外面
哦，山河虚空大地，哦，贤呢就是全部啦，哦，全部都是妙明真心中物，哦，我们的身以及山河大地都是呢，哦，这个我们真心中物，所以啊，这个佛讲，哦，或者一直都以这个为主要的依赖佛讲的真理。含藏万象万事啊，都确实都安尼啊，佛就一再讲啊，绝对无唔对啦，修正得讲，他底下呢就做比喻啊，说譬如澄清的百千大海气中，个澄清百千大海就是讲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这么空旷，刚刚澄清的百千大海。我们弃之不要，唯任一浮欧体呀。那个浮欧啊，就是海浪引起来的泡泡，叫做欧，浮欧，噗，就破去啊，无去啊啦，足紧就无去假啦，唯任一浮欧体呀，目为前朝，目就是认为啦，目标认为啊，一浮欧体认为就是全部的百千大海。咱这拢假巧啦，咱众生都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不知道原来啊，我们佛性啊那么的广泛好像百千大海一样。那么一切的众生啊，从无始来迷己为物啊，我们从无始以来认为自己就是东西啦。所以在骂人你不是东西谢谢，爱改谢，真的不是东西，我们是佛性没有形象的，可是我们都迷己为物啊，失于本心失掉本心呐，为物所转，我们被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假如说我们能够转物跟如来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转这个四天下。所以那个时候或者都时常讲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小岛嘛，大家在争啊，有没有？对呀，咱给小转的，甲转来甲连在台湾，就免争啊。可是当我们有那个公路，我们又不做那个事，那个已经不关紧要了。最重要还是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归位最重要了。迄小事啦，管你要挖来挖去，要挖去倒拢无要紧，都不关紧要。那么佛告文师及师大众，十方如来及大菩萨，以其自治三摩地中，借理见言并所想象，如虚空法本无所有。所以这个又讲真理的部分。所以佛跟文师以及大众讲，说十方的如来以及大菩萨。以其自治的三摩地中正定三摩地就是正定在呢自己住的正定之中，我们能见以及所见见与见言就是能见所见并所想象，如虚空法本无所有好像呢空中的花，它本来就没有的，没有能见也没有所见以及所有的想象也没有的都是空中的花，可以了解意思吗？这个是讲我们凡尘所有一切凡尘所有万象咱即马呢按大楼梯才坐到无，这个都是见理见言你能见以及所见以及你想象，都是虚空中的花，本无所有。
拢无的啦，拢假。可是现在啊，我们看哦，那大楼梯啊遐悬的，那也无哦，拢真的啊哦。可是啊，以时间来说啦，我们佛性不生不灭啊，哦，千万亿年，哦，足久的久啊，啊你这吼遮大哦，起遮济遮大楼啦，你能够承载多久？1000年，大概不可能啦吼，够伊啊。伊的水泥哦，寿命才100年，100年哦，那个就危老了。在美国他们要用爆炸的哦，把它呢除掉。所以我们了解肉入形象啊，它都不长久。啊，所以佛都讲哦，不真，都是假的。可是我们看真的啊，哦，可以助人的啊，助人还不是形象，还不是很短暂。哦，一转眼就没了，就空了。所以哦，各位不是去记的讲哦，咱来出世无半项，转去双手也空空，住伫世间那面目，死了江山换别人。较常哦去家回想哦，念念的，就拢免计较啊啦，唔免，拢加哦。确实啊。哦，真的来没带什么来，走也带不了什么走。哦，住伫世间那迷茫了，好像哦做梦一样。晚上啊躺着做梦了，白天哦站着做梦。哦，这个白天的梦比较久，要等到一口气不来梦才醒。啊，原来拢假，啊无那徛咧拢咧甲人计较。哦，拢真呢，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吗？你不是很坚持吗？变化了。有些是真的。哦，哪一个真的？一些光头是。哦，假的啦。光头也算假的。对呀。业力也算假的。哦，假的。功德也是假的，业力也是假的。都是假的，那个是要成就凡人，哦，要凡人啊积功累德，哦，要行善，啊，你都形象没有，你行什么善？是不是假的？进到佛的境界才不用到佛的境界，我们众生的境界就知道是假的，哦。业力也是一样，你都形象没有了，哪有业力啊？假的，功德假的，哦，我今日来争功德，唔免争啦，假的。有一些是很有帮助的哈、哦，念头转变了哈、哦。你看那个锦华不是遇到他儿子，赶快向后转吗？你看现在不是好了，哦，还会说儿子，我去卖便当给你吃。以前都怕得要死了，你看是不是可以改变？对呀、啊，只要你观念改变哦，现象就改变。他也会体会说，儿子也是很爱他的，以前不知道啊，哦，还会叫他妈妈呢。所以佛就讲见与见言啊，并所想象如虚空华，本无所有都没有的。那么此见即言啊，言是菩提妙境明体呀引何这个于中有是非事，没有是非啦，是非就是一体各见能见啊即言所见能见跟所见啊，它本来就是菩提妙境明体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能见所见啊，都是佛性本体中间没有是非。而那汝虽先悟本觉妙明性非因缘非自然性我们的本觉啊妙明
那个不是因缘，不是自然性，而又为名如是结缘，那个结佛性本体缘本来，非和合生呢，即不和合，它呢不是和合生，和合生呢就属于因缘，不和合就属于自然，它呢不属于和合，不属于自然。那么一切浮尘之幻化相，一切呢浮现在凡尘之幻化相，幻就是没有变有了，化有又变没有了，幻化。这一些呢形象，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佛把那个时间你出世出来念的就死了。无呀，所以当初出生呢，随处就灭尽了，出来就无呀，拢假幻妄称相，出来有形象那个相拢假，那么其性真为妙解明体，相是假的，能够呈现的性是真的，所以真假合在一起的，我们不住两边不住相，也不住在性，不住在两边，就进入了。所以幻妄呢，称相，其性真为妙解明体，乃至如是，乃至五阴六路，从12处至18界，你看按呢讲呢这个整个4颗，然后呢7大，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北里希望明灭，就是因缘和合了就生，因缘北里了就灭，思不能知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延，妙真如性。现深藏之中，求以气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所以这一段安尼意思都最好就是念落来啦。所以我们呢都不能够知道生灭气来，这个呢生就是来，灭就是去生灭气来本如来藏，就是呢我们的如来藏。常住妙明，不动周延，这个如如不动，周遍圆满，妙真如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拢嘛无咧颠当，咱拢讲有拢嘛咧颠当，生得来，死得去都有来去都有动，佛说没有，不能知，我们不知道生灭气来本如来藏，都是常住妙明不动周延。妙真如性，都是我们的妙真如性，性呢真常之中，求以气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在我们性的真常里面要求气来，要求迷悟，要求生死，全部都没有，就什么呢都不能够得到。一切世间呢之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圆心，心经遍圆，含果十方。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有比十方虚空之中，虽一为尘，若尘若瓦。这个佛就讲一切的世间我们就了解这个世过去、现在、未来间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世间之所有物，所有的看得见的东西皆即菩提妙明圆心，都是我们那个如来藏，都是我们佛性本体，心经遍圆，这个遍满整个宇宙虚空，而且圆满，含果十方，全部包含着这个十方。那反观父母所生之身，我们回过来看父母生我们这个身体
有比十方虚空之中摧为尘，好像呢十方虚空里面啊，只有一滴微尘啦，根本都无看，若尘若网，敢若有敢若无啦，所以啊，我们都安尼重到要死，重视身体安尼重到要死，只有负一个讲的，一粒微尘尔咧，只有一粒微尘，若尘若网。如战巨海，流一湖鸥，敢若迄大海啊，有迄个泡泡，海浪引起来的泡泡，湖鸥，起灭无从，起来的跟消失了，来无来的地方所在，然后消失也没有消失的地方所在，拢无啦，起灭无从，了然自知啊，这个了然就是透彻的了。了了分明，然后这个自知呢，已经呢获本妙心，已经得到自己本妙心常住不灭，这个已经呢如如不动的常住不灭的心造出来然后就讲那个句然后称赞呢那个佛。妙赞总持不动尊，所能言往事稀有，消我意解颠倒想，不立生起佛法身，愿今得国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承上，是则名为报佛分。所以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这个妙赞。就是在称赞我们那个佛性这个如如不动，总持就是陀罗尼，就是我们的那个咒语，咒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义，不动如如不动，那个最尊贵的妙赞总持不动尊，所能言往事稀有，那个所能言往，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一切事都已经究竟了，完成了，然后得到坚固的心体，事稀有，就是完成了世间很难得有的，然后消我意解颠倒想，就这个除掉了我非常久的时间，一直在六道轮回。都是颠倒想，就是想都不正确啦，都是颠倒，颠倒想，然后不立生起佛法身，本来都是要三个阿僧祇劫啦，生起，就是阿僧祇劫的意思，不经历阿僧祇劫可以得到我们的法身，本来要得到法身都要经过呢，三个阿僧祇劫啦。这边而那里一听到法了，你看那个法的殊胜顿超，一下子就进入，得到法身，不用再经过长时间啦。所以那个顿教就很重要。那么愿今得国成宝王，宝王就是佛啦，愿今能够得国，佛的果位就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这个成佛了以后还会来度恒沙一粒沙一个众生我们众生真的多了要度如是恒沙众，那么将此身心的奉存上，就是将这个要度化众生的心来这个奉就是这个整个身心时间上呢都许配给这个尘上还尘刹土就是要度这个苦难的众生是则名为报佛恩，这样呢就叫呢这个报佛的恩典佛开示了以后能够成就所以要报佛恩。那么富罗那这个因为佛回答阿难的问题以后
然后富罗那呢，他就又提出了一些问题来问了，他以为说他是说法里面最拿手的，结果跟阿难讲的话他都没听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问了这个佛，然后这边呢就佛回答，说富罗那，例如呢虚空体会情相而不具彼自相发挥。这个虚空呢它这个体虚空体它没有万象但是不拒绝知相发挥。就是我们的佛性它本来就没有形象了，可是你形象要出来，佛性都不拒绝，都让你呈现所以这个回答那个富罗那的那个问题先把那个纲要讲出来，说观相呢言妄无可指陈。你若看到形象，伊拢假啦。你要安怎甲伊讲安怎指要安怎去甲表明拢无法度了解伊的根源。有遥空空华皆为空果。敢若迄空中的花本来就假你讲紧的空中的花，你结果你紧结果出来互我看。都伊都无要哪会结果？无花空中本来就无花所以佛就讲现象就是这样啦。所以我们住相者看到这个就可以知道说，唔免大形象拢假，都是假的，变化很快。你即马搁伫咧住相，花真水念的瞎啦。你搁无啊去看我，敢若手机尔啦，落了了我们众生很可爱哪里开花进来来欣赏假的啦，假象就堵车堵了老半天，一寡迄个想赏花的心拢无的啦，去堵车堵情绪拢变化。那么观性言真微妙解明。所以相是假的，性是真的。我们就是要进入我们的佛性观性言真言就是本来就是真的性就是真的，微妙解明就是妙解明所以我们了解妙解妙明，众生迷闷被成和解，被解合成故发尘劳，有世间相所以我们众生迷闷迷昧的又闷没有很清醒把那个觉放到背后，跟凡尘相合被觉合成，所以才有尘劳有这个世间相这个凡尘劳劳碌碌啦。我们在凡尘都一样，劳劳碌碌。然后佛说：“我以妙明不生不灭，合如来藏。而如来藏为妙解明，圆照法界。是故一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所以佛就讲说：我以妙明用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然后合如来藏，跟如来藏相合，而如来藏为妙解明圆照法界是故一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所以它可以一本善万书啦，万书又归一本全部呢都从如来藏呢生发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小中现大呢大中现小不动的道场如如不动我们的佛性本体遍了十方界很宽广，深含十方无尽虚空。我们的身呢含着十方无尽的虚空
以一毛端呢现宝王上，一毛端呢就是正道的最小我们呢这个人的一个毛孔，宝王煞呢就是医报的最大就是宝王的煞土坐围城里转大法轮，坐在围城那个围城很小，然后转大法轮，就是呢那个正道的身体来讲经说法就是大法人昧尘和解把那个这个佛言妙觉明言，本源明妙这个是富罗那呢在问这个何因有妄为什么会有妄？然后要怎么样把那个妄除掉？阿佛就回答说：我们的妙觉它本来就发是光明，又很圆满所以这个妙觉这个明圆，那么本源明妙本来呢就很圆满光明奥妙。那么既称为妄，因而有因称为妄就没有因这个有因就不叫妄所以我们了解到既然称为妄就是没有原因若有所因因何名妄有因就没有妄了所以我们了解妄就是没有原因所以我们就可以体会，就是我们那个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无明，那无明我们就是了解那个无明就是妄，那无明怎么来没有原因无明没有原因，体会吗？看你一直看我，你想要讲？不用了。自知妄想那个妄的那个来源它就是自从知就是所有所有的一些妄想，然后辗转相因那个妄就是要了解说从妄想，然后辗转相因从迷积迷我们已经就是迷了，然后又累积很多的迷又经历成结，就是经过非常久的时间我们都没有找那个那个真理都是从迷积迷以力成解，经过呢非常久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都是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它就是无明无明就一直经历经过经过呢我们都没有去找答案就一直六道轮回就这样经过成觉完成这个一力完成那个很微细的一个结上这个就是时间非常久。那底下呢那个就讲那个顿教法门汝但呢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三缘断故呢，三因不生，所以佛教我们两个字叫不随。可是后学就想，我们不随不随世间业果众生实在很困难假如说不随的话
那个三种那个相续啊就不会有没有世间，没有业果，没有众生啊，我们就没有六道轮回，就不会在凡尘受苦。可是我们都会随啊，看人家怎么样，我们就跟着怎么样啊，都会随着世间，然后随着众生呢，随着业果这三种这个世间业果众生的三种，这三种啊一直相续。然后我们不随的话就不会相续啦，不会相续呢，那个三缘啊就断三缘就没有世间的缘没有众生的缘，没有业果的缘都没有了，我们呢就不在凡尘出现就没有在凡尘这个出生了所以啊这个三因啊不生世间的因，众生的因，业果的因啊，三因不生。则汝心中呢，眼肉达多那个眼肉达多是他们印度当时一个很有名的人呐就是一直啊在找他的头啦，在街上啊一直在找他的头，所以很有名啦。头都跌咧我都头咧，大家拢在那看就看跟他笑的安尼所以那个眼肉达多狂性啊，已经他的性发狂所以佛就讲我们心中啊那个狂性啊，假如说自己啊已经停止了，休息了，狂性已经都没有了，那么能够狂性没有的话，就是菩提呀就已经呢恢复到我们的灵敏的那个自性回来所以佛就讲圣境啊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我们呢那个圣境就是很殊胜的清净的我们的本心很光明的本心本周法界本来呢就周遍整个宇宙虚空这个呢不从人得啦，不是从别人给我们的，所以一定要知道呢，我们本来都记住了，我们的佛性都本来记住不要呢这个别人给我们，不用，都是我们本来就有。那么何界需要好你说这个因缘跟因果是两件事情。对，两件事情。那他们是不是有两件事情？那他们是不是有顺序？因为我们要了解因缘是还没有形成那个果报啦，因果已经有了啦，已经形成了有因有果，那个已经呢就是已经事情都已经经历过了已经定下来了。那因缘还没啦因跟缘它还搁咧交啦，交还未好势，交好势就变因果啦，交还未好势就因缘。虽然两件事情，但是有顺序。因缘在先因果在后有那个顺序怎么突然问这个？因为这边有三因，那个三缘断除三因之身，那我也想对，那个因就是要了解三缘就是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事情那个叫缘，可是缘是缘我们还没有去处理，我们还没有处理的时候还没有决定，那还没有决定要按那结果拢也没啦，那你处理以后就决定了。所以在处理这个当中，那个心在哪边？在处理。在虚空之间。我做一个比喻啦好像那个适婚年龄的那个男女之间，你看的对眼那个叫缘啦你看上了，
看上了以后，你想跟他亲近，或是说你看上以后啊，无所谓，是不是不一样？你跟他亲近以后，就可能会结婚嘛，哦，啊，你无所谓的话，那不太可能啦，哦，那个不可能说会结婚啦，啊，所以哦，你看哦，那个缘来，可是你怎么处理呀？哦，又是一回事，哦，啊，你处理的往后啊，结果都不同，所以我们就了解说缘，大家遇到的缘都相同，可是处理的方式不同，结果就不同。所以说是心在作用。哎，对，心在作用。哎，你的心，你假如说有那个意向，这个，哎，这个俊男美女，那就是你有在用这个心的时候，那一颗心就是世心，不是我们的真心哦。是不是？哦，这个时候大部分都是世心。哎，因为世心真心的话，哦，它不会有变化。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变化很大。哎啊，所以那个都叫世心。好、那他为什么都说什么三种相续，三缘三运？哦，那三种就是世界、众生、业果，就是世界已经形成了，然后有地方所在了，然后出现众生，众生有了以后，他生活了，就会有业果呈现啊，所以三种啊，有世界，有众生，有业果，那个就绵延不绝啦，叫这个三种相续。那我们假如说不随着世界，也不随众生，也不随业果，啊，即嘛三缘就断啦，咱无甲世界结缘，无甲众生结缘，无甲业果结缘，无三缘断，啊，三因不生。我们在世界出生的因没有，在世界出生众生的因没有，在那个业果出生没有，叫三因啦，不生。那我们就是不要起心动念，对不对？起心动念是微细的在生活之中的事，啊，这个是很大一个纲要的地方。我们在生活之中啊，你不随，就是凡尘啊，什么事你都不进入内心，你不随着世界的潮流，不随，不跟随啦。世界安那咧咧变化咧咧安尼流行啊，我拢无爱跟，不随。那你不随那个世界的因啊，你就跟他断。啊，你没有世界的因，未来世界出世啊，这样了解吗？哎，所以不随。可是啊，你能够做到吗？人咧安那做，我拢无爱插啊。好，所以啊，我跟我们讲一个重点所在，就是你不出生在凡尘，不要受苦，你就不随。那你说我无法度，我一定爱得，那你就要跟随这个众生的样子在凡尘受苦，那就不要有话说了。为什么？佛跟我们讲，我们不听不做啊。那你再受苦的话，你自己要认，自己爱忍。你的意思是说，在人间，但是不要起心动念，就是尽量让心如如不动，不要随着业力妄想，一直流转。对，正确。正确，但是做不到啊。就唔通妄谈。你还是会贪嗔痴那种心还是会起来啊，会生气啊，会觉得转不过来。就是说转念就好，问题是他明明就是。所以受苦就不要埋怨，就我家己做得来啊，无法度。不是，因为你有这个肉体，就有种种的，你没有肉体就什么都不用啊，对不对？所以啊，老子讲，
无有大患，再无有生，即无生，无有何患？我有很大的患难，就是因为我有身体啦。啊，我若无身体就无患难啦。所以他也把纲要跟我们讲，我们为什么会有身体？造业。为什么造业？不明理。为什么不明理？因为不研究。为什么不研究？因为要赚钱。为什么要赚钱？要吃饭。安尼啦。对呀、人要活着哈，要有很复杂的条件，要有吃有住有穿哈，要有工作哈，要有人际关系哈，什么都要有。对。对，正确。那怎么讲？就是是不是这样讲？不随是真心，随是妄心。对啊，对。前面这里啊，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起菩提妙理缘心啊。诸所有物，那请教这个，诸所有物就比如说举例了，这个椅子，它也是佛性。对，呈现。是，它佛性呈现是我们人类的佛性呈现。对。如果没有佛性的话，看不到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对。有，所以就快。所有物啊，所有的物件拢是。那你比如说是自己有启发出来才会有东西啊？不用你启发，它自然会呈现。自然呈现的意思。因为我们要了解啊，凡尘啊，我们看到万象哦，那都因缘际会啊，缘际啊就生了。生哦，它没有一个主宰者，伊无讲像那个主宰啦。只要它因缘际会，像讲咱有足多物件对不这个地方应该不会有生长这个东西，可是因为有那个鸟啊在空中飞，鸟它会去吃这一些东西的果实。它吃了以后会拉屎，可是它吃跟拉不同地方，结果就把这个地方的东西送到别的地方，一拉了以后，在那个地方让它有种子呈现，所以有种子呈现了以后，就变得很宽广。这个物件本来是一个所在有呢，现在足多的所在拢有，就是安尼来。谁在主宰？无。你讲迄鸟鸟咧主宰，鸟无，伊为着要顾巴肚，所以去食。为着伊的生活，迄个范围大，伊就飞啊一些个飞，一些个伊就拢咧拉屎啊，伫咧放鸟仔屎放落去呢，伊就咧放箭。那个种子一下去以后，那个地方就有，有它就呈现。呈现讲奇怪。这也无摕物件来这种，这哪有物件？这样来的。所以你看都没有人在主宰，自然呈现。自然呈现是因缘和合。对。那跟佛性因为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它叫做如来藏。如来含藏万象万事他并没有说这个我要生发什么东西，没有。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经典里面看到，虚空无相，虚空就是佛性没有形象不拒绝知相发挥。你所有形象要发挥要出来，佛性都不拒绝都让他们去发挥。因为所有万象寿命都很短伊安尼修生要来出世你讲慢，唔免讲啦，伊安尼出来念的就死啦，念的就搁回归伫个佛性内底啦。所以你就了解到，他出生跟死亡都不会很久，
那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来看，这一些东西它都是这个当初出生就随处灭尽，根本就拢足底。我讲这啊，水泥寿命最长，它只有100年，100年风化都无性，水泥无性啦，无性袂烧食，伊会腐去，你大就危险，就会拍掉，就无去啊。你看你这水候风图聚会才起起来，即摆水候风图分散，就变做个伫咧涂骹，这样啊。所以它形成爱有咱人来设计，爱有人工来建造，是不是拢佛性？整个都佛性呈现，可是它都很短暂，真紧就拢无去，所以出来啦，无去啦，出来啦，无去了，咱的佛性如如不动，动的是现象，现象动佛性都不拒绝啦。你要动就你去动，你搁看那动回归到最后，拢伫佛性内底。所以所有物都是我们那个菩提，都是我们的妙觉明心拢是咱的真心佛性，叫如来藏。所以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了所以就会差得很远。那世界所有的物件拢是我佛性，我们就会不接受了，就会拒绝。唔知影讲这个不管你拒绝不拒绝啦，伊都安呢，这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这3个法是效法。最后一个道法自然，那个法是方法，那个不是效法。假如说道要效法自然，那自然比道要高一个阶层。那我们成佛叫做成道，那高一个阶层以后成佛，我们说成自然，会用笑啊喂？那个呢？那个成自然的。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老子会说道法自然？就是道的方法，它是自然，自然呈现的万象，自然呈现那个就是道，安尼啦。所以一定要了解，虽然理拢同款，解说无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那个法是效法，没错。可是最后那个道法自然不是效法，你拿道的那个效法自然，那自然比道还要高。那没有自然没有比道更高道是一个最超然的东西它包含有形无形，全部都包含搁较深伫咧道内底。那会讲自然会搁较悬，自然是你已经呈现现象迄个。道的方法，伊就是自然呈现，这拢是道显现出来的功能作用，叫做自然，是这样的啦。所以要讲，你要把老子所有思想你看得透彻，你就会知道怎么讲是对。袂使讲道德的效法自然所以佛性就是自然，我们不行。你自然的话，有自然生，有自然灭。那佛性有生灭，那算不算佛性？不算啦，不行。所以你一定要彻底了解，伊他怎么会这样讲？所以我们解说很重要你看老子讲那个道德经的第一章，他说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欲以观其妙。袂使讲常有欲以观其徼，